这枪里只有一发子弹，必须命中靶子。谁来？看来啊，你们还不如他。我来。他虽然无能，可毕竟是条性命。拿稳了，别慌。郭大福，大福，郭大福，大福，大福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打哪儿了？靶子，打中了，高中循环。你尿了。高荣忠，他是你干儿子呀？他是我兄弟。他兄弟，嘿，他兄弟，我有兄弟，上！怎么回事？报告，他们欺负关大福。无能者，人尽其职。关大福，到。立正。我代表海校通知你，你已经被开除了，即日离校。于教官，我知道我养儿无人，可是我不怕死，我能打仗。于教官，我求你了，我没有家了。我父母出海打鱼的时候遇到小日本鬼子的炮艇，他们就……父母知道我不能放。于教官，我求你了，于教官。我这是在帮你，留着命，随便干点什么吧。于教官，于教官，于教官，我拿命担保，关大福上了战场，绝不会当孬种的。你的命属于这场战争，你谁也担保不了。于教官，别难受了，吴校说了，替你找找关系。别费事了，你不想穿军装了？你们替我穿吧。关大福，出来！关出去！
是特意为你们增设的头弹课，也是最后一堂课。手榴弹在近战中具有奇效，威力强大，所以务必要掌握住动作要领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拿起手榴弹，套上引信。3、2、1，图纸，我走。下面开始投弹练习。我走。下一个，给我扔远点儿！套上引信。3、2、1，投掷！快跑！部下，趴下！陈洛，大福的这点遗物，咱们寄回他老家吧。你知道他最后和我嘀咕什么吗？我问他：“你不想穿军装了？”他说：“你们替我穿。”时候不早了。上下，把衣服脱下。今天是大福的葬礼，你要不要脸？害死关大福的是你，你配穿这身衣服吗？脱下来！小仲，你冷静点。沙虎笑，你跟你亲爹一样，就是个奸商！不许侮辱我父亲！我侮辱你祖宗八代！你记点口头吧。他爷爷是沙远山。你胡说！对不起，我看到你写给你爷爷的信，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。沙远山？哪一个沙远山？两朝海军元老沙远山沙老将军。没错，他是我爷爷。他怕我沾海军世家的光，让我隐瞒身世，说自己是商贾子弟。谁稀罕？如果我能选择的话，我宁愿是你高升忠。你狠，你一口气瞒了整8年。我是怕丢我们沙家的脸。要想不丢脸，就把衣服穿上。
文展，我们世家的头衔多管用啊！少武将，你以为我是趋炎附势的小人？你错了，在我眼里，名头就是个屁。你能瞒了整8年，说明你还有一点血性，配得上这层皮。坐下。海军死人了，关大福的福分不大。战事初始，他就长眠于此。但是我要说，他的福分又很大。作为海校的第1位烈士，他永远是我们每一位官兵学习的榜样。或许在座的一些人要问我，你为什么不说牺牲，而且说死？我就是要告诉你们，死就是这么的血淋淋，这么的真实，这么的近。关大福死了，今后会有更多的人的倒下，因为这就是战争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们在陆地上，人人都要有马革裹尸的雄心；在战舰上，人人都要有渔夫丧身的志气。下面，请关大福烈士的亲属到前面来接受嘉奖。报告，没有直系亲属。报告，他有，我就是。你算哪门子亲属？同胞兄弟。老天爷，太谢谢你了，又给了一个好天气，谢谢。留点神吧，
这种天气啊，最适合日本人空袭。怕什么？等日本人打过来，你要时刻牢记你身上的衣服，别露怯。哎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，我穿的哪层衣服？哎，玩笑而已，瞪什么眼呢你？啊？那你就不能少说2句啊？报告家长，左旋60度，发现敌机群，高度3000，向我起飞。空中警报，是。部长，你负责高地，文长，你负责左右。备变。好，好，报告舰长，全部备变。好，跑1、跑2、跑3，左旋60度，高度3000，敌机群向我进飞，准备抗击。各站位，准备射击。文展，是我牵连了你。说什么呢？咱们是兄弟。目标，领队机，左2，高6，左2动，高6动，准备。各站位，开火！开火！狗娘养的，给我狠狠打！兄弟，起来啊！预备！滚！呼啸！呼啸！呼啸！快点！呼啸！文战，我来给你打handle。好。稳住！放箭了再打。明白。准备！开火！不打仗，不打仗！出来呀！狗娘养的，打！准备！啊！小日本，你们都去死吧！
混战，都使劲打！小日本，都去死吧！小日本，去死吧！打中了！哎，打中了！哎，混战，打中了啊！哎，混战，打中了啊！哎，打中了！我们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今天首战告捷，本应以酒相助，可我却不喜反忧啊！我海军只有国政号等4艘战舰配有高射炮，共计15门。另外，还有14挺高射机枪，配备弹药700余发。仅凭这一点点武器和弹药，和日本的航空兵抗衡，能有几成胜算啊？是否请求临近战区的空军部队协同作战？他们也自顾不暇。驻守炮台的电雷系人马同属海军，或可一用。电雷系为谁而存在？为我们的闽系海军。国民政府唯恐我们一家独大，所以特意组建了电雷系而牵制。属下的意思是，我们只管开口，如果他们肯帮，那我们就多出几分胜算；如果他们隔岸观火，江阴一旦失守，难逃其咎的，首先是他们。隋署长果然是个聪明之人呐！胜负尚未决定，你就选好了替罪羊了。属下只是想为我海军谋条退路。我要的不是退路，而是退敌之策。诸位，大家不要心存幻想，江阴的安危只能靠我们自己。不行，红肚兜脱下来了吧？啊？哦，嗨，被我一把火烧了。把勋章带上吧。这东西有点烫手。上武下，起立。荣辱只在一念之差。下回啊，你勇敢点，多轰下几架飞机，连本带利补上。啊！咚砰，咚咚咚咚，砰砰砰，砰砰砰，砰砰砰砰砰，砰砰砰！三更半夜的打蚊子呢？啊！我睡不着，我来替我们的大功臣擦擦身。庆功的时候，我把虎啸烧上，想让他早点脱掉肚兜，你没意见吧？我无所谓，只要他问心无愧就行。你别怪他，前2天老鬼装神弄鬼的，把他的活都吓丢了。老鬼？怎么回事？
这放屁砸了脚后跟啊！这真他妈背！要怪就怪你牛年不利。你看高松松他们，去你的你！你别提他们行不行？提起他们我就来气。这3个臭新兵蛋子刚上舰就打下架飞机来，老子呢？哎，飞机可是高松松、郭文展他们打下来的，和沙虎啸可挨不上。飞机来的时候，那小白脸早就吓得屁滚尿流躲了。有这种事儿？那可是千真万确啊！哎，来，敬礼啊，敬礼啊！啊！谁组织的？舰长，刚打完胜仗，兄弟们想放松一下。闭嘴！报告舰长，老鬼有情况向您汇报。说，是，今天那架飞机是高胜忠和郭文展打下来的，和沙虎啸没有半点关系，和沙虎啸冒功领赏。知道他爷爷是谁吗？谁呀？沙远山。啊？就是那个海军元老啊。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，除非直接捅到司令部。为什么不敲门？你门槛高，威风不小嘛。恩师，是哪阵风把您老给吹来了？听说我那不争气的孙子冒功领赏，学生正要替恩师去管教他。免了，我自己的孙子，我自己调教。是。又是升旗，又是鸣笛的，谁这么大排场？嗨，穷摆谱呗。敬礼！礼毕！弟兄们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恩师。中国海军的功勋元老沙远山老将军。沙老将军戎马一生，战功赫赫，曾经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。下面请沙老将军训话。主教，这就是你爷爷。各位，说我是功勋元老，我他们把孙子告了一状，爷爷就来撑腰，我只不过真他妈没劲。当了一辈子的海军，命长。甲午海战更提不得，那是我心头之痛。43年了，那惨烈的一幕让我寝食难安。仅此一战，我北洋水师损失惨重。日后将镇远号的铁锚运回到了日本，放在上野公园里供人参观，此乃奇耻大辱啊！望各位牢记甲午之战，
人人争做邓世昌，打败日寇，把镇远号的铁锚夺回来。誓死夺回铁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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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，日寇又来侵略我们中国，把军舰开到我们家门口上了。几天前，又派飞机轰炸我们的军舰。为了国家的尊严，我们不怕死，誓死不当亡国奴。沙虎啸，出列！不错啊，乖孙子，都带上勋章了。哪来的？我和几位弟兄一起击落了一架敌机。哼，你吓成了一滩烂泥，也能击落敌机？我你简直就是沙家的耻辱！你不配戴这枚勋章，更不配姓沙。我已将你从家谱里抹去。什么时候你靠真本事获得勋章，我再把名字补上。舰长的，长。从今往后，他不再是将门虎子，摘除他的军衔，任凭你处置。是。快点，抓紧时间！来，走。干什么？跑啊！姓名？我姓艾，叫爱国。爱国？这些又是什么？宣传抗日的海报。可我分明闻到了一股赤化的味道。你在替共产党出力，煽动老百姓公然对抗政府。说吧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是全中国的爱国者指使我的。还敢随意？全都是废物！把他押下去。是。常言道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南京，你还有哪些同伙？说！还有哪些信息没用过？
事吧？干什么你？呀哈，这不是将门虎子吗？啊，发配到轮机舱了，也不带几个丫鬟，3两个奶妈什么的。说什么呢你？说什么你也得听着。把抹布捡起来，把机器擦3遍。我要不擦呢？你试试。啊！闪开！小样儿！大姐，他们为什么抓你啊？是不是跟我一样宣传抗日啊？差不多。真的？我是报社的，我们创立了一个小报，专门宣传抗日。谁知道刚到南京就被他们给抓起来了，还怀疑我是受共产党的指使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想受共产党的指使呢，他们是真心抗日。你是共产党吗？你觉得呢？我看像。为什么？不然他们干嘛这么折磨你啊？没胃口，我帮你解决。本来是想拉虎啸一把的，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这事儿怪老鬼，要不是他装神弄鬼啊，杀虎啸也不至于露怯。坏了，虎啸进了轮机房，等于羊入虎口啊！我说，这沙老爷子真有能耐的，怎么生了这好孙子？没准就一丫头命，投胎了吧？对。你看长得细皮嫩肉的，没准真是一大姑娘，一会儿脱了裤子验验真假。对。干什么？怎么着，妹子？想给大爷跳个脱衣舞啊？走，走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没真行，老子打你没商量。好，操！大爷不许我给我们杀去！你别给老兄弟丢人了！放开！老鬼，你想干什么你？干什么？他拿我当苦役，老虎不发威，倒是兵毛啊！呵，找人撒娇了是吧？顾长官，这轮机舱不归您管。那我要是非管不可呢？好啊，这儿的规矩是谁胳膊粗谁说了算。去你妈！谁胳膊粗？说，你胳膊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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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再问你，那只黑猫怎么回事？啊？黑猫？黑猫？没有啊。
那老鼠倒是有几只啊？你不说？哎，我说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那天他站在猫大仙面前，猫大仙本来没动，我拿烟头烫了猫大仙的尾巴一下，这开个玩笑嘛，那没想到他当真了他。你明白了？村长，我们走。混蛋，把那只瘟猫给我扔了！滚！升州文长，谢谢两位啊。少校，你这身衣服替谁穿的？关大夫，你瞧瞧，你穿的多合身，多潇洒，啊！可是关大夫要的不是一副架子，更不是一句空壳，你不能一穿了事啊！我知道，他是为我死的，大不了我变成他，大不了我替他活一辈子，行不行？你混蛋！假如关大夫在天有灵，他绝不会想借你的尸还他的魂，他只不过是希望你像个男人，能够延续他的海军梦。你难道不明白吗？关大福不是为你而死，而是为他自己。人活着不好吗？可失去了尊严，人活着有什么意思？行尸走肉而已。所以他宁可一死，也要换回那份尊严。我所敬重的，就是他这一点。兄弟，暂时忘记关大福，忘记你爷爷，忘记你们海军世家的光环。从今以后，你谁都不是，你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海军。你用不着替别人活着，你只要活出自己，活出尊严。我想看看，真正的杀虎啸究竟是什么样。合作的事考虑的怎么样？我只是一个中学的音乐老师，我能跟你合作什么？音乐老师，我看这是幌子，你分明就是共党。随你怎么想。我听说音乐老师都有一双擅长弹琴的手，我劝你还是如实招供，免受皮肉之苦。否则，我会将你这一双手变得没有一处骨头，做鬼也得留下残疾。叫什么？你不说实话，下来就是你。简直没有人性！白家，别怕，我没事儿。他们只是黔驴技穷。疼吗？十指连心，我当然疼。可是，我有信仰。什么样的信仰这么强大？妹子，你爱过吗？我爱过，我也爱过。我深爱着我的丈夫
和我的儿子。为了他们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中国有1万个这样的家庭，人人都希望能够丰衣足食，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可是，除了那些个达官显贵，又有多少人能做到？所以，只有救国，才能救我们大家，才能救我们自己。我好像明白了。你猜的没错，我叫卢红，我是名共产党员。卢大姐，我想了解共产党，你能告诉我吗？我希望我今天对你讲的话，能成为你一生的信仰。根据前段时间的总结，我们非常清楚，大编队的俯冲轰炸，非但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，还易于被敌人的炮火反击。所以我们必须变大编队为小编队。当机群进入战区，立刻分成2个梯队。第1梯队炸沉敌舰，第2梯队清理航道。是。又是一个大晴天呐！报告，左舷方向发现4架敌机，正朝我舰扑进。什么？10架？报告，右舷发现方向敌机。战斗警报！断机，准备。报告，东南方向出现大批敌群。 哎呦，恩师啊，你怎么还没离开江阴呢？我不能上舰作战，难道不可以观战？日寇出动了多少战舰？没有战舰，只有飞机，不少有50架呀。飞机？上次沙虎校酗酒闹事，矛头直指我们排边布阵，说我们轻视日本的航空兵。看来他说的没错呀。 方向正前方，高度60，准备。弟兄们，唯一此战的时刻到了！拿出中国海军的勇气，与我狠狠地打！ 准
派人去炸断桅杆。桅杆？国光号的桅杆，他把陈川方位给暴露了，一旦炸开缺口，锁线就崩溃了。报告，沙虎照暂时离开轮机房，说什么去炸桅杆。 沙虎校终于出息了。3架也不够，今天把他们全打下来！弟兄们，给我狠狠打！陈总，陈总，右边，快向右边！搞省城，陈总，省城。
认你这兄弟。我认你这个兄弟。啊！这次这100多斤要我鱼了。毛大仙不是给咱算过，咱们没事吗？毛大仙过河，自身就难保了。报告参谋长，国威号战舰遭受重创。这是第几艘了？第6艘。下令，所有战舰起锚，有意作战。是，起锚。准备起航。起航！是。兄弟们，毛大仙显灵了，轮机房启动。为什么还不起锚？解放机被打坏了，起不了了。出动起锚。起锚！走！
有地方被打了，先死了，也要死了！弃船！准备弃船！是，兄弟们，时间，去找他，快走，快！没事吧？啊！老鬼！还没打光呢。